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今日节目一开始来看一群后生人用来改草秋假期，在桃园龙潭嘅体育市场美食街连接龙岩路上看，还个南龙路文化带，是喺龙潭青老热的所在。里面发生火烧火，重建又没落，点起美10多年，变啊老老少少，阿无是所嘅，连菜体验都唔敢行假冒。有一群后生人用龙潭嘅老地名灵潭，地改操作灵潭街现创基地，还发现灵潭街圆通计划，天天呢多多嘅用艺术文化来打造出街区嘅新风貌。本但标记房嘅店面一早早打开来嘅，天火在个体重上去，天门提7个，20人嘅后生人创立被品牌落去嘅。同时，北上国家如系龙潭人，甚至也个桃园人哦，因为唔但抢本一条街发力，给唤起龙潭人嘅记忆，未为龙潭带来嘅新希望。如果连一开始都不愿意去做的话，就放弃，就永远没有改变的机会了。反正这里是零嘛，零的话就代表你什么可能都可以，什么机会都可以。我哋希望下擺外地嘅人嚟到龍潭都想到呢位。就是没有来到灵潭街，就像没有来到龙潭一样。在电动老灵潭街店的公龙潭也不易看到新希望。当时大池上面它布满了非常多野生菱角，所以那时候龙潭大池最早地名它叫灵潭，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。清准老地名，清准龙潭人嘅記憶，靈潭街老人才底下韓國將來連起來。因為咧體市場地位吼，你看剛才講啦嘛，因為嘛通路圈啊、關西啦、三八水啦，後咧九龍村啦，哦，嗰個三鄉嘅裏頭，所有賣菜裏頭全部地位來，嗰是哦人佔人啦。錢多嘅。不過民國62年，邱世聰、馮紹武幫每系列兩條美食街來安置探索。天地地下化啦，吼菩提莊啦，韓國了福黨啦，你講嚟睇冇傳到錢嘅，冇可能啦，因為吼嗰是當一路念嘅。盤麵牛排乜嘅都有，美食街農業規裝，最尾還係數起來，天火一盞一盞點火，天門一扇一扇來下來，便選大家唔及行業界烏暗素菜。之前經過這邊都是很暗，然後就不太敢進來。當地的居民當初一開始認為這條街可能很像是鬼屋，然後都不敢接近。在天后上年中主席老啲嘅派菜之味，而為了一件嘅店兒當做好發展，去年出水嚟一件來做工作室，也希望兩條街會再個農業起來。幾多錢係練兩年，我冇買插機，因為我是講看到啲後生會想到一條年代，一條咩嘅很辛苦，唔該，一攤啲咩啊吼，真辛苦，係認為講吼，好苦力看啊，呢個值得愛做吼，這樣嚟講。總幹事來講說，想說奇怪，這些年輕小伙子來，不知道是來幹嘛，不知道是玩真的還是假的。一開始就是想要活化這邊，你沒有在跟我開玩笑吧？佢都打開了鐵質展門，也擴展了其他人對兩位嘅想象。我們進來租了第一間，他們覺得這樣子弄起來真的是有希望，而且是有可能的。辦公室做假，我就想要去做辦公室庭，都係做辦公室咯。你做到辦公室有咩傳簽，到底係做辦公室。看到後生嘅眼出線，做其每日前出嚟來睇show，大家從下落會所一件整理出來。今年某年來做生意嘅，所以房東都請某人，哦，欠難請你。然後那後生人，那張志宇啊，他很辛苦，把我們全部都找到了，我們就所以終於讓龍潭年輕人有一個那個夢想，一個逐夢的平台。開幕的時候，我是表演的小朋友，然後那時候就已經跟美食街結緣了。那沒想到我現在過了15年之後，還可以回到這個地方，然後等於說為這個地方盡一點心力，然後看它能夠慢慢從沒落再重新回到以前那種繁榮的一個狀況。年頭佢就調低弄上去，開始就會發現兩會冇空入嚟，也同時想辦法請到後生人落來倆。最早我們都說，你要不要來？你要來嗎？有些人是覺得說，先不要好，先再看看，再看看。那時候想說可能帶動時間，
其实应该就还蛮成功的。结果没想到现在一次带动30间的那个数量跟规模，自己也有点吓到。佢到啲兩探盤個夾擺硬鏡實習，發現其實兩探就當就催錢嘅後生人，即係冇為數老大家輕橋下，香港兩探界都好出合乎條件。有一些也想找工作室，或是想找通路，但是问题是市街其实大部分的租金都还偏高。对啊，然后之后我们就跟他们推荐，那你们要来这边讨论过跟检视这个地方的一些商业需求，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它在吃的那种商业其实蛮多的，但是在艺术文化这个领域其实是非常的少。所以，佢都嘅體現藝術文化來帶動定探界。珍珠是那一碗。改变大家对茶林饼的印象，中期会老春土小食变得更丰富。像这种粉红色就是红曲粉，那这就是巧克力粉，对。那还有像抹茶粉，然后南瓜粉，从开始看到饼到拿到饼到吃到饼的瞬间，都是充满的不同的惊喜。买了10年茶林饼，都想成一个中期会对东校港股本小朋友堂很系听表现态，所以就很注意去做故事妈妈。饼可以包进任何的材料，那故事也是，就是你可以说很多种故事，然后让人家得到不一样的快乐，或是一个启发，这样子。我是张启慧，我在龙潭卖车轮饼。现在我在林潭街是故事妈妈，这是哪里？就是这里，对不对？那个门啊，在干什么？油漆，把它油漆漂漂亮亮的颜色。哇！直到现在，看见孩子们兴奋的神情，看到你们亮晶晶的眼睛。中期会用定探界做主題來設計圖畫書，希望下導演大本故事裏認識定探界。那个故事先感动了我们自己，我希望这个故事也可以感动更多的人，尤其是在这里努力那么久的人，对，那是他们的应该被赞賞的一部分。南擺想為來講故事嘅人做得強下來分享，想談嘅人也有自己素材好談，只係嘅兩時為落來解下，中期會也是踩踏踏。我们是没有在以盈利为出发点的话，我们觉得其实是对地方的一种贡献跟自我的挑战，所以我们觉得越是没有人愿意去做的事情，我们就想要尝试看看。中国现代环保休息站用回收来的东西做出各种艺术品，把它延长它的使用率，然后尽量就不要产生新的东西，能够旧的东西能够再整理再利用。培生人会嘅历史，对中国现代书行让批出来新生命。只要把我们的角度转个方向的话，其实它颠倒过来，或者说放左边放右边，它其实还是可以使用的，还是有它的功能性。我是熊爸，这是我的环保休息站。现在我在林潭街开一家熊爸干妈店。馬嘅都市都做，馬嘅都市都賣得，所以按名嘅做茶鋪店。兩位也做得係教師，也係提供本做手工藝嘅，以介為所來展示設計作品。能够让林潭街有不同的人进驻，而且他们不用花太多的心思跟经费，能够让他们使用。中國現代工作室歷時期下站，去到林潭街，除為就下當然看到，韓國分享佢嘅環保理念，從兩看點麼，出全係嘅設計規則嘅。像這些地板，都是人家廢棄的戶外，我們把它經過整理拋光，其實它就變得很結實一個地板。其實我們像很多像這些牆壁都是用船板。啲林潭街就當到口呢，也就當到因想就想唔到嘅。Before 係 before， 就有 book、beer、bed and breakfast。主要民宿最重點就係我有當到嘅書，落嚟做嚟飲當到無共用嘅目睭。
龙潭府树那一件东大眼嘅方式面show同寫見，唔過住落去看到嘅都係樹落墨酒。像我同我讀書，我嘅書都是兩片，一台上都我自己讀過嘅書，本人下看，係，例如下誒墨酒，所以我自己去請我喜歡喝的酒，對，然後我介紹給客人。我覺得分享生活才會是一個快樂事情。樹落墨酒就得講係代表嚟等你，既然面show唔單淨係味道會傳切，還能為老人分享生活態度。哎，我係 Danny， 你係第龍潭經驗民宿。你係我第龍潭嘅開書店。你間係書店係，你冇看唔錯，等你一擺出去買3本書。他看書1年，買書2.4本而已。嘿，然後其實大家不太需要太多的書。我每一次做一個3本書的類似策展的方式，展現出3本書。一擺3本書，就係等你展覽嘅主題，係基成為推薦本大家嘅。我覺得一般的書店來說，其實大家的想法只是，書應該怎麼賣比較會賣比較多書。對我來說，只是很單純的，不去計較我到底能在這裡賣出了多少本書，而是我大概給了每個人什麼樣的書。事業成功嘅等你，自家除咗節操動態操嘅面show，仲嘛會佔到啲細細嘅素材呢。就覺得好像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可以一起共同努力去完成的事情，會比我開一家餐廳或開一間民宿更令人感動。睇下嘛，望見渠道連參加發展嘅議類，等你是係全心來支持，專為上嘅家鄉很好，天天個兩能掉見來見態。我對這些年輕人就說，其實你不要管外在力量，譬如說政府有沒有資源投入這個地方，是你自己想不想在這個地方努力，因為這裡的成功唯有大家的努力才能成功。廢墟，今天有廢墟，主要係加自己嘅熱情打動到那，那係普通就講有商店街喺那度，那冇一定會來。主菜子本單係做穿插式理解，點參加人力機成為佢咖啡店嘅夢想。啲啲其中嘅後生意，向下方向向中嘅目標，也很難有力量咧。單純租金便宜冇一定會來啦，嗰便宜冇做唔起來咪係冇效嘅。係啊，係可能有啲熱情到也就其他嘅攤商，那廣告真的不太一樣。大家不像只是來做生意的，都從朋友啊，一家人來用人。我不希望這條街是，只是一條各自營業的街，它是一個更有一個緊密力量相連結。我覺得這件事才會造成讓這條街能夠長久經營的一個感情凝聚力量。冇遷出時間來做，冇職業除係簽職業，還個跳過參與設計術來打造很多嘅公點。這一個林潭街能夠來做一個復興計劃，其實完完全全都是由我們在地的年輕人所提出來一個發想。這條街不再只是美食街，而是結合了在地的文創、在地的青年力量，蠻有文藝氣息的，弄得還不錯啊，對啊。這一次第一次這樣子，因為覺得這樣文創的市集啊，蠻有意思的，而且蠻有那個年輕人的創意在。因為跟龍潭的特色不太一樣，就是以前的，因為現在我們都只知道說什麼龍潭大祠啊，然後就是特色比較不一樣這樣子。林潭街嘅店家全是開中咧，啲啲佢哋假上嘢嘅老店兒，也冇咧會鬧嘢起來。我就去行一看，有去訪問他們，問一下他們講。嘿，你哋我買乜嘅生理用品，那就忘記做起來呀。讓這條街整個這樣的話，以後會熱鬧起來，整個帶動整個，我覺得龍潭地方這些的商圈，整個起來是蠻 OK 的，我是很贊成的。雖然叫做商店街，但是不一定要把所有的功能都局限於在商業。
反而可以从跟地方共存、共荣、友好，或者说社区的角度，一起去做共同合作的一个概念。所以都一直鼓励他们尽量去大胆的尝试。其实这个街道并没有太多的限制，说不能做什么，不能做那个。对大块这间工作室，都几条街嘅店啊都大涂起来，南北还希望会控太多几个商圈，也系温和人气嘅大伯，酒店到县到年，后生人嘅热情了最富暗嘅街路亮到光花花，香港为了几个中摊都发展到好光灿烂。